牛我妹煮鸡铺，爱讲嘛嘅咧。牛我妹配油唔干，变好咧。啲嗌全部路行拄到阿中伯，而老嗌讲拜了下猪头，啲白宫庙前，爱来期盼配番薯发通，爱嗌车福看人冲下来。爱听到有好事嘅，触目金金嘅睇上，老阿中伯应讲好啊。转豆腐就老阿妹讲，阿妹拄好变好变相讲，安样拄好。又拜个阿公婆的又唔干，做地拿去配。今本日系拜了下猪头。天时凉凉，挨老挨也爱穷下来，看到阿日子带番薯来，听到阿日子爱配番薯，就开始流口冷水咧。挨讲配番薯听说当好食，阿日子笑讲挨请好食配番薯，食起来香喷喷咧。阿妹又带切好无金嘅仙草来，阿日子嘅阿妹带一罐凉凉嘅糖水。阿妹讲，食配嘅东西爱放啲凉凉嘅仙草，但唔会火气太。阿嘅头都硬硬摆讲，阿妹老阿婶儿讲嘅有道理。我看到阿中伯拿定几条包薯行过来，佢老我讲，也是阿春儿种嘅包薯，本大家配来食。我老阿中伯感谢过后，我拿定火炭行到各个去烧火炭起火，上讲嘅位较模拟。较方便，刚开始摆好模几下，阿芬先生就急急行过来，太上讲：做唔得啲嗰位小火炭，嗰位空气冇流通。我吓到一下讲：以前阿妹讲过咧，我啥唔记得咧。阿芬先生所牙头那讲，斯坦人讲嘅话爱记条条哦，唔做得为到方便来做暗危险嘅事情。阿爸听到就讲，家有一老，当有一宝。阿芬先生听到就问讲，一下去讲慢啥路哈？阿爸向婷婷讲，我就讲你咯，我了阿日子相对看，我讲，佢两啥又开始拗嘴咧。阿中伯不阿讲，好好食东西，冇啲嘅位吵死你。我系牛我妹。讲下儿，记下诗，唱下跳，什么儿来到我嘅客家世界？爱记得打开小铃铛诶，听日按赞分享哦。